行做伙，做伙食饭，做伙变数，无啦。做伙徛起，咱敢有啥物代志无法度讲好清楚嘛？咱无必要啥物代志拢爱同意同款的想法，毋过咱有必要达到一个共识。迄个共识可能咱嘛是无法度接受对方的想法，毋过迄个共识已经会当逼近到一个地步，我会当理解你，你嘛会当理解我。我了解，可是不同意，安尼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咱唔通不了解，也不同意，也不讲话，只是骂而已。我说过了，我真的不害怕被骂。我自细汉我妈妈不对，我自细汉就去阮爸爸妈妈骂到大汉。有当时我唔对，常常是我唔对。吼啊，我对的时阵嘛会互骂啊。啊，毋过敢唔要紧，我相信阮爸爸妈妈甲我的关系最好诶。我互骂较要紧。讲兄弟，咱共一个教会伫高庭教会内面。当我抑阁是这个教会的牧师，是这个教会的教导的长老的时阵，我真正问讲，咱有任何圣经的问题，咱会当好好来讨论。啊，你若要讨论生囝的问题，我无法度啦。啊，你要去问医生啊。迄嘛毋是我生吼，哈，迄牧师娘辛苦尔。吼，我要讲的是，我是一个教导的长老。如果弟兄姐妹，你还看我是一个牧师，咱来好好讨论圣经的问题。我袂强迫你一定爱听我的意思，啊，毋过我一定会甲你解说清楚，互你了解是安怎，咱即摆会安尼做，好无？咱毋通真正理所当然认为，咱读圣经袂读毋对去。我这半年来、1年来，我一直在强调，基督徒我们传福音的想法错了。我讲这个对吧？我讲好多次，我相信有侪弟兄姐妹拢听我在讲啥，就是个咱传福音迄个概念是唔对的。啊，毋过嘛是有其他的兄弟姊妹在讲啊，咱高年教会牧师讲，咱基督徒唔免传福音啦。安就是无听入去。你会当无同意我的解说甲我的讲法，啊，毋过请你来听清楚我的解说，我的讲法。你听清楚了，还要继续骂我，我一定给你骂，然后我一定闭嘴。我常常会积极的想要解说，是因为我知影对话的人听无清楚我的意思，也是我讲无清楚，所以我一直要讲，一直要讲，一直要讲。啊，毋过我若已经知影你听清楚啊。你知影我的意思啊？你犹原无同意啊？啊，我袂阁加讲话啊。亲像王龙斌长老，伊即马会阁逐工甲我讲，陈牧师你要吃药了，没啊？啊，毋过王龙斌长老讲的，我会不会觉得是对的？是不是啦？是啊。啊，伊嘛知影毋免阁讲啊，啊，我嘛听清楚啊。就哪一天我就吃了就是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啦？啊，各位兄弟，我也愿意呀。你有任何圣经问题，咱来讨论。讨论到一个地步，我知影你的想法，你嘛知影我的想法啦。会使无同意无？会使袂？会使无同意。啊，毋过我讲清楚啊，这是我真做高年教会牧师，这是我真做一个教士的长老应该负的责任，就拜托让我负这个责任，好不好？你听懂了，然后你说，咱这个牧师吼，圣经读得这差，好，我也可以接受。如果你听不懂，你没有听懂，就直接骂我，咱这个牧师拢无咧读圣经，唉，我是很遗憾的，我也真正做遗憾的。我台湾神学院
大学硕士3年，得一个无所拢共款。啊，毋过我刚刚无搞，所以去读2档的神学硕士，主修就是基督教伦理学。我虽然到尾也无摕到，因为无钱啊，太太太辛苦了，不能再读下去了。啊，因为3个小孩都还小，所以我不想再花时间写论文了，我就停止了，得出来修牌啊，就去做学生的辅导了。啊，这2档给我2档的神学硕士，互我较足济的教示，啊，甲收获。各位兄弟，你心内若有疑问，迄个疑问，你对这个议题也是任何议题，你的看法，你感觉甲你的牧师无共款，无要紧，咱来讨论。我袂强迫你来接受我的意见，啊，毋过我一定会甲你解说清楚，解释清楚。我们一定很可能会读圣经读唔到意思，包括我家己，所以咱要来讨论。就亲像惊世的约翰，各位兄弟，这个已经认为基督耶稣是基督了，他已经非常清楚耶稣是基督了，伊有缘会伫耶稣的顶面来表达。我相信你也会在我身上跌倒，各位兄弟，你嘛伫我的心上，虽然我唔是耶稣，你嘛会伫我的心上来跋倒。啊，毋过咱互相来讨论，来体谅，互相来接纳，唔通啊袂讲的，啊是讲袂顺车，你就要拍桌子起来走。不要忘记，各位兄弟，无论如何，咱是伫上帝的厅内面；无论如何，咱伫圣性内面是真做一体，好无？敢袂使？好吼！啊，我今日拢无讲同性恋的代志，对无？讲到这哦，无啦，我讲方法论呐吼，我讲的是方法论，我拢还袂去讲到内面。好，所以伫遮要求大家先看后礼拜的经文，好，先看下个礼拜的经文。啊，这拢有关系。啊，下礼拜的经文，我是讲不是说跟同性恋有关系，我在讲跟解释圣经会解释错有关系。啊，后礼拜的经文，啊，到最后讲一个例，咱就来祈祷结束。各位兄弟，咱汉人有讲一句谚语，叫做“不好忧山”，没有人讲。不孝有三，没有人讲，啊，不好忧山嘛，吼，吼，无好为大，吼，这句你即摆听起来无啥物感觉，吼，我甲你问一下，100当进前的台湾人讲这句有严重无？不好忧山，无好为大，100当进前，后来我们就想象100年前这句话严不严重？无好要安怎？台湾人咱无好要安怎？迄阵的时代，100当的时代，若有好怎么办？带细姨嘛，不管如何，就是要安怎？要甲生出来嘛。啊，你即摆会袂？讲兄弟，你即摆会去带细姨袂？这不过是各位兄弟，我讲一下，这不过是100年呐，这不过是100年而已啦。100年前，咱认为这大的无好的代志，你今麦感觉安那？上会讲无生就是无友好，咱敢袂安尼讲？这个不是解释圣经，这只是跟你讲，时代不一样，会不一样。下礼拜来解释圣经。下礼拜解释圣经是要告诉我们，我们会读错圣经的意思，好不好？下礼拜爱来好不好？唔通因为家你听你做受气，下礼拜无爱来，拜托的啦，爱来，咱当心来祈祷。
阿爸爸上帝，阮需要你的听伫阮的心，阮的心中间，阮需要你的慈悲怜悯来甲阮靠做伙。有当时啊，阮的意念伤过强，阮的纷争伤过大，阮会互相来对敌，阮失去起初你放伫阮心中的迄个疼。阿爸爸，阮真正认罪，愿意伫你面头前悔改。啊，求你赏赐迄个疼心、迄个气力、甲耐心，要互阮正人徛起伫你面头前。阮要真做手牵去、心牵去，你所欢喜的。是无论是毋是阮的立场无共款，意见无共款，阿爸爸，阮犹原伫你的面头前，犹原伫基督内面，真做一个身躯。求你亲身来保守因带，阮定义，袂因为任何一个议题来分开。求你保守因带，基督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